係節目時間啦，我哋再睇下美股嘅最新表現。而家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新就係跌49點，報13264點；納斯達克指數係跌15點，報2621點；標準普爾500指數最新係跌8點，報1463點。咁呢一節我哋就聯絡到富通資產管理銷售業務總監陳小芝 Mabel 同我哋分析下環球金融市場嘅。Mabel 你好。大家好。嗱，咁我哋睇翻環球金融市場近期都比較波動啊。尋日節目我哋都講過11月份嘅環球多個指數都落到去多年嘅低位。咁嚟緊環球股市嘅走勢可以點睇呢？咁近期咧，環球嘅股票咧同埋債券嘅市場咧都受到唔同程度嘅消息困擾啦。咁銀行嘅盈利咧就受次按揭影響啦，咁油價攀升啦，再加上美元疲弱等等啦，咁都令到個市場嘅波幅咧係比較大嘅。咁首先就係話次按揭嘅評級咧仍然係被調低啦。咁銀行咧都未完成清理佢哋嘅平衡收支表啦。咁甚至乎咧就係話佢哋嚟緊呢嗰個信貸同埋證券化嘅業務咧，因此而萎縮啦。咁所以佢哋嘅盈利都會受到影響嘅。咁至於佢哋個股本嘅回報受壓咧，咁相對股價嚟講咧，其實比之前咧係比較平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認為咧現時嚟講咧，似乎過急於咧係投資喺金融股嗰方面嘅。咁亦都要直至到咧佢哋嘅收支平衡咧個前景係比較明朗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覺得嗰陣時候咧，佢哋嘅股價先至要逐趨穩定㗎。嗱，咁市場最關心仍然都係次按嗰個問題咧。你睇嚟緊次按問題係咪仍然會困擾住環球嘅市場咧？咁其實我哋相信嚟講咧，美國聯儲局咧嘅提示之前咧，都係話佢哋會着重咧經濟嘅增長啦，或者通脹嘅走勢多過現時金融市場嘅狀況嘅，咁都成為咧係利率政策嘅指標啦。咁嘅債券嘅市場嘅價格咧都反映咗預期咧係有另外一次嘅減息嘅。咁所以嚟緊呢，次按揭嗰個嘅影響咧，亦都同時咧加上其他油價等等嘅問題咧，都會仍然係困擾市場一段時間㗎。嗱，咁嚟緊股市嘅走勢要留意啲咩因素咧？嗱，而家市場就即係都預期美國嚟緊會減息咧，減息嗰個因素消化咗未咧？咁現時嚟講咧，譬如頭先我哋講過啦，就係話係油價咧，由於受到供應嘅短缺啦，同埋需求增加啦，咁再加上咧邊緣政治嘅風險啊，同埋油商嘅投資開發係不足嘅，咁會令到咧油價咧仍然會喺高位上落啦。咁我哋相信而家嚟講咧，股票市場咧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少少嗰啲超賣嘅情況嘅。咁但係我哋認為咧，其實現時咧牛即係熊市係未開始嘅。咁但係咧都會受到咧宏觀嘅政策啦、個別企業嘅消息去影響嘅。咁市場嚟講咧，就會係估計投資者咧會對個經濟啦，同埋企業嘅展望咧重拾信心啦，或者係話咧喺股票價值啦再次下調多大概3%至4%左右啦，重返喺今年夏季嘅時候嘅水平啦。咁市場咧其實先會逐漸趨向穩定嘅。嗱，你頭先係提到咧，即係金融業方面咧，而家就有即係而家個股市咧有個超賣嘅情況咧。如果趁而家去入市咧，會唔會係一個好時機咧？咁我相信嚟講咧，其實現時嚟講咧，有一啲嘅股份咧個股價係比之前吸引咗，咁投資者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咁但係因為市場嘅波幅咧，其實可以持續會擴大，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嚟講咧，投資者喺選擇某一啲嘅股份嚟講咧，都係需要小心一啲嘅。好啊，咁今日咧就唔該晒 Mabel 啦。咁聽完 Mabel 講咧，即係大家喺揀股票嘅時候咧，亦都要留意翻相關嘅風險啦。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又到呢度啦，聽日咧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咧。環球金融